我今次介紹俾大家睇呢個上環港鐵站出口對面嘅皇后大道中181號嘅甲級寫字樓，我哋一齊上去睇睇。呢層單位約15000幾平方尺，入去睇睇啊！業主可以分間咗唔同大細嘅單位尺數，仲有業主提供呢個裝修津貼俾租客添。如果你想睇樓的話，記得 call 我 Albert 關，佢一定可以幫到你嘅。